最好嘅禮物唔係佢有幾貴，而係送嘅人有幾用心。今日分享一位爸爸嘅心思，佢揾錢揾咗個阿嬸定製咗3份禮物。我自己亦都特別，因為喺我倉庫能夠揾到料，我亦都好恭喜佢哋。佢呢塊料係起漲咗嘅，2萬唔到嘅預算就做咗3塊牌。禮物單止係禮物本身，更重要係禮物之外嘅美好寓意同祝福。龍牌呢，當然希望佢風生水起，龍馬精神，龍騰飛躍。鳳牌我哋就花咗好多心思啦，做咗個純手工嘅鏤空雕刻，令到佢好輕盈同埋好有質感，寓意感情和睦、幸福美滿。另外呢，送俾佢女嘅如意鎖，我哋就做到厚度好夠，因為純手工雕刻，每一個線條、每一個位置都做到恰到好處，好精緻，亦都希望佢嘅女吉祥如意，同埋避嗰啲唔好嘅嘢啦。呢個爸爸真係太犀利啦！當時佢哋一家3口過嚟揾錢，俾我留下好深嘅印象。佢哋彼此交流，滿眼嘅溫柔。2個人喺埋一齊咁耐啦，仍然可以彼此尊重。當佢先生分享點樣去在乎呢個家庭，我就覺得有時候用心真係比有錢嚟得更重要。中意呢個題材嘅朋友，不妨點讚支持一下呢位爸爸，關注錢賣翡翠唔踩坑。